你讲者，你是起毛秧，起毛秧，秧啊，秧，是安那？我细汉听时代咧讲的时阵，若心情好的，心情拢起毛秧最欢喜，最舒服的。来哦，到底是爽，嘿，还是济，还是秧呢？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哇，心情无好，咱讲啥？起毛歹，起毛歹哦啊，心情好，咱以啥讲啥呢？起毛字 spring 姜，哦啊，这起毛字是啥？是日语，是心情的意思嘿。啊，这 spring 是啥物语？英语，春天的意思。春天哦啊，这姜是爽快、美丽的意思。所以起毛字 spring 姜，规句就是心情亲像春天遐日啊那，遐日啊水的意思。啊，咱即卖就简单讲啥？起毛姜3字来表示啥？心情真好。